升到正，咁即係佢係一個旅程。咁呢個作品咧點樣產生嘅咧？Eric 可以講。哦，咁呢個作品咧係我哋同Pauline 佢一齊合作嘅。咁個故仔就係佢創作啦，CDD 呢個 character 本身都係佢個人創作嘅一個 IP 咁樣。咁之後就揾咗我哋之後咧，就將個故仔簡化變咗一個15分嘅故事啦。咁我哋嗰時仲諗緊用咩 platform 去製作呢個故事，咁就見到明日童話呢個計劃啦。咁我同 Anna 咁係 More Virtual 就喺香港度都做咗10幾年動畫，都係啲獨立短片嘅。咁我哋就較為一個傳統嘅 3D 能用 3D 劇本，咁就覺得即係去到呢個時候真係要嘗試挑戰下自己。因為好似AI 同創作方面好似已經開始呢個考慮或者要成為一個範疇，咁就覺得好想去嘗試呢樣，即係點樣可以俾 AI 真係作為工具幫到我哋去做咁就做咗各種嘅嘗試，就成為咗而家呢個作品。其實喺 AI 最用得最好或者係最幫到手邊個部分咧？佢成個作品入面。咁我哋嗰個作品真係好適合用 AI 嘅，因為我哋今次係有一個大自然咁樣嘅背景。咁相信大家冇乜 3D 製作嘅經驗啦，但係咧對於 3D 嚟講，做呢啲樹林啊或者好大壇呢個複雜嘅大自然環境係好難，即係需要用好多資源、好多時間去做。咁而 AI 咧當然而家又已經再 update 啦，你基本上可能每6個月就要重新學一次點樣做。但係嗰陣時嚟講咧，做一啲photorealistic 即係似相、似真實嘅嘢咧，幾好嘅，都幾疏啦。即係如果佢要做一啲好似日式以前原畫風嗰啲咧，都仲係可能會淨係跟到嗰啲 style 啊，一啲畫風又或者唔穩定啊，會轉樣啊。但係因為我哋嗰個要求咧，就係做一啲自然嘅環境，體現出係 3D 啦、真實啦、AI，咁變咗呢方面佢做到好真實嘅場景咧，對於我哋嚟講係真係再適合不過咯。咁做一個完全自然嘅環境。我想問下嗰個裏邊嘅主角，即係 Celine，你哋係點樣去即係塑造呢個角色出嚟嘅咧？我意思即係佢嘅造型嘅，即係佢嘅喐法啊啲件式，有冇咩嘅？